看早起9:53，宜兰所有发生规模5.8地震哦，19个县市拢有感觉。宜兰花莲上大的震度是4级。气象署的地震预报中心是表示讲，地震发生伫乌克兰外海座的西边，算是中侵占的地震，对地表影响较小。今次佢翕到宜兰超市收运袋摆啊，又来喊去。震一下，将被当继续的民众也讲去。地区本身大家拢惊到，电环冲出柜台找所在比，地震有了10几秒钟才停来。觉得头晕。头晕。对。有摇很久吗？摇有多久？差不多10几秒左右吧。地震的时候先躲一下，等地震过之后再工作。随后早起9:53，宜兰所有发生规模5.8地震，上大震度4级，规个北台湾拢感受会到。宜兰县的武塔、花莲县的太鲁阁拢是上大震度4级，桃园、新北的新店、台中、新竹的竹东、彰化市拢是3级。国家级别警报伫咧地震了16.6秒钟就发出来，迄当阵台北积分是赶紧停赛，好加赛又甲无明显，无人受伤。台北积分是慢速赛车，伫咧无异常回报了10.08分全线恢复正常。这个地震因为它的一个震源的深度是算中深层的一个地震，它的深度影响，所以造成地表的影响大概都是比较平均的一个震度的一个表现。地震预报中心讲，这边是伫宜兰县政府南东方15.5公里发生时速规模5.8地震，因为是中侵占的地震，对地表影响较小，不过依然有19个县市感受会到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